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心靈綠洲。道長話短。各位聽眾，我係梁利忠，我係周曉南。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咧今日嘅第2個鐘頭嘅人物專訪。係。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請到位老朋友啊。係。咁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嘅鄧立光博士。係。咁其實曉南先，你記唔記得博士嚟過我哋呢個節目訪問嘅喎？係啊。係啊，記得啊。係嘛？好早之前。應該舊年嘅事嚇。咁啊，我哋首先歡迎鄧博士先。歡迎鄧博士。多謝兩位。咁啊嗱，我哋照例咧就都要介紹下博士出場啊。咁啊邀請曉南星你簡介下博士俾我啲聽眾聽下先。好啊，鄧博士呢個全名係鄧立光啦，修道者，擁有博士學位嘅，現為呢就香港中文大學國學研究中心嘅主任，北京國際易學聯會副會長。咁研究嘅重點呢喺周易啦、先秦諸子、宋明理學、道學、佛學、現代嘅新儒學等。專注呢就有係陳乾初研究、象數易鏡圓、老子嘅新傳、周易嘅象數義理法微、負五行探源、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全論等，發表咗學術論文呢有40餘篇嘅。咁最近呢，阿鄧博士呢亦都擔任咗馮新軍國學基金會推出嘅國學推展計劃嘅統籌人。呢個統籌人係做啲咩呢？係指導製作優雅古典嘅輕談國學歌風雅嘅影片啦。而國學推展計劃呢個內容呢，集中喺傳統嘅國學，包括呢係經史子集4部、儒釋道3家以及文史哲3學。除咗經典之外呢，並且亦都藉着注釋詞古文啦、音樂歌唱、書畫等作為表達形式嘅。咁國學推展計劃呢，係除咗係學術傳授啦、影響深遠嘅人才培養之外呢，並且都與內地同埋香港各大學嘅相關部門啦、民辦書院或者係教學網站合作嘅，制定深入淺出嘅國學課程，供呢一啲嘅有志人士修讀嘅。咁國學推展計劃當中呢，國學入社會嘅項目呢，主要呢就利用多媒體功能，一項係傳統經典與勸善嘅書誦讀音頻，入邊係有普通話同埋粵語嘅；另一項呢就係國學音樂視頻啦，咁就係輕談國學歌風雅系列，效法呢就古人呢係俗講同埋係舒暢嘅故事，以及用輕鬆嘅手法咧深入淺出咧，有說有唱啦，雅俗共賞，寓學習於娛樂嘅。分文學、文化、歷史、哲學4部分，互相交疊。咁啊唔該晒啦，曉南星。係。唔係啊？讀得唔係咁好。好叻㗎啦。係啊。好講得好。係。唔係，因為咧我哋都係義務嘅，咁啊盡量將阿博士嗰啲最新嗰啲做嗰啲嘢咧，同埋啲聽眾大家分享。咁就首先都解即係點解再講我哋又會邀請阿鄧博士嚟啦。好啊。咁其實啫，阿博士本身咧，我哋開始介紹佢都係就話佢係一個修道者啦，亦都本身係一個好高學歷嘅人。咁啊，亦都推廣緊一個國學嗰個文化嘅。咁所以咧，亦都知道阿鄧博士最近係做咗好多嘅新嘅動作啊。咁我哋會支持佢咧，都要俾講多啲啊嘛。好嘛，咁我哋今日咧就好開心，為咗定咗佢咧係連續做2集專訪。咁啊，因為咧我諗住咧訪問即係一日都唔夠嘅，下一次再嚟多次嘅。好。咁但係咧最緊要多啲時間。咁咧就特別咧就我知話阿鄧博士咧應該都稍後會講嘅。佢最近幫手製作咗就係頭先你介紹嗰個叫做喺國學推展計劃裏邊嘅其中有一個項目㗎。咁咧就係個輕談國學歌風雅嘅讀片嚟嘅。咁啊有粵語亦都有國語版。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別會一陣間喺下1、2節咧就抽啲內容嚟咧，先喺度同啲聽眾分享。咁啊希望啲聽眾有興趣咧，可以上網去再聽多啲，同埋呢個咧係我哋抽第1集㗎。咁希望咧就喺度咧就推廣咗，就多啲聽眾有興趣咧，可以追住嚟去繼續聽呢一個製作啦。咁啊，鄧博士啊，首先未講呢度之前咧，
我哋上一次訪馬博士嗰時就其實就你咪後面你又透露咗話可能會去做一個國學研究中心，當時我哋都冇特別講嘅，始終係未成事嘅。咁但係你而家都過咗去中文大學嘅文學院係咪啊？係冇錯。國學研究中心咁啊，首先要申報先。你當日咧嗰日我都有份咧，同小説啲人去捧你場啊！成立嗰日嚇，好熱鬧啊！咁啊好嚇咁啊，不如你介紹一下咧呢一個中文大學嗰個文學院下面嘅國學研究中心咧，係有乜嘢嘅活動啊，同埋會講啲咩嘅科目啊？喺中大文學院裏邊成立一個咧，佢正式名稱就叫國學中心。就簡單。國學中心成立咧有個目的嘅，即係將國學咧係普及化嘅。咁但係因為佢成立喺大學咧，變咗學術嗰度要照顧到。咁呢個一個經常嘅項目咧，首先就係開課程啦。咁呢啲國學班咁係俾學分係嚴謹嘅學科嚟。咁呢家就開咗科噶啦。咁嗰科亦都上學期上完噶啦，就叫做國學經典概論。咁之後就會再逐科咁樣開。咁另外咧就會係有一啲嘅叫國學講座。咁啊請一啲就喺呢方面真係有專長嘅人士啦。呢個包括埋宗教人士等等，就會係用呢個講座形式咧，將佢哋本身學問啦、心得係講出嚟嘅。好快咧，22號就會即係有一個講座，一位嘅即係佛教團體嘅主持啦，會係主講咁樣。咁呢類講座我亦都係恆常去設計。咁之後就係研討會啦，研討會都好多，有啲係已經係預設咗嘅，有啲咧係突然間咁係外間團體要求合作，但係好有意思咁樣，亦都係臨時咁樣去做咗出嚟。咁當然啦，仲要去面對社會啦。咁面對社會呢度咧，亦都會同國學中心後邊嘅支持機構咧，即係奉新軍國基金會啦，係有充分嘅合作嘅。所以國學中心喺呢度咧，應該係全方位。咁但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希望咧令到我哋中大嘅同學咧，就至少喺國學呢個範疇知多啲。咁另外對傳統文化嘅價值咧，有更加多嘅體認。咁所以呢個都係國學中心未來要做嘅，特別係一啲嘅文化嘅參訪咧，都好有效。咁嗱而家似乎聽阿鄧博士嚟講啦，咁喺嗰個國學中心推廣嗰啲文史哲嗰啲科目，其實大學本身有冇啲科目㗎？咁啲科目如果個學生喺大學嗰啲科目同修讀，同喺國學中心修讀有冇咩唔同㗎？喺大學裏邊比較接近嘅中文系同埋哲學系嘅科目。咁但係國學中心喺呢度咧，特別係由我去主講嘅時候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又係中文系出身，修嘅又係中國哲學，咁啊知道呢兩個學術範疇啊，今日喺學系裏邊嘅重點係乜嘢？而國學本身好主要係講佢個文化精神。咁而呢個文化精神咧，其實歸本於修身嘅。無論係用哲理帶出嚟，亦或從一般嘅道理都好。所以佢一開嘅時候咧，好顯然係今日嘅中文系同埋哲學系咧，都唔一定係符合到嘅。所以唯有就用國學呢個名義做一個補充。咁如果你嘅經驗咧開咗之後咧，修讀嘅學生會唔會同埋佢一般會有乜嘢嘅反應啊？今次係第一次開嘅科，咁就係滿咗噶啦。我發覺到修讀嘅同學咧，好少缺席，呢個係比較少見嘅。咁另外修讀嘅時候咧，係好專注。咁唔知係因為人嘅因素定係科目因素啦。就總之我喺成個學期嘅教學裏邊咧，我係可以充分咁將個道理講出嚟，而同學都係接受到嘅。有啲係欣賞，有啲係有一個評價俾翻出嚟。點都係聽咗落去。咁啊，始終咧我哋呢個道教節目啦，又邀請阿鄧博士講啲國學咧，最簡單嚟講，以聽眾嚟講咧，有邊方面同道教係有關係嘅？國學其實已經係儒釋道都包咗落去㗎啦。所以喺呢個剛才講個課程裏邊咧，係儒釋道嘅經典都入咗去。喺道家裏邊咧，老莊必有㗎啦，加埋道教呢個陰符經同埋感應篇都會落咗去。咁呢方面咧就真係從道家與道教角度去講。咁啊，即係呢個咧就回應翻阿鄧博士啦。咁如果我哋以道教或者呢個道教嘅電台節目睇咧，因為睇翻我諗你都聽過有位興希大教授啦，佢曾經講過，其實中國文化
就同道教結埋一體嘅。咁其實國學咧，其實根本就係同中國文化結埋一體。咁就我自己睇法咧，其實基本上咧係溝唔開嘅。咁所以咧，如果係聽到有啲咁嘅活動啊，有呢啲學科開咧，咁特別都想喺個道教嘅平台，即係呢個電台節目咧，多啲同我哋啲聽眾分享。咁有啲可能係道教徒，或者唔係道教徒。都唔緊要，大家都知道。咁我哋咧俾阿教授唞之後，睇下有冇辦法將來咧，普通人都可以知道下多啲呢啲知識。心靈綠洲。道長話短。林星啊，我而家又翻轉喺度迎接鄧立光博士啊。咁啊，其實佢嚟講有關國學嘅嘢咧，我作為道教徒咧特別感受良多。因為點解咧？因為鄧博士本身咧都係一個修道之人，咁佢都申報你先。早排咧，我哋嘅公館都邀請過佢咧，係講一個修道人咧一啲嘅應有態度啊，成啊。咁我覺得佢喺呢方面咧就好全面㗎。咁啊，記一佢本身就係我哋都可以算係道長啊。鄧博士呢道長嚟啊，上次講過係咪？你算咧。咁變咗咧，佢又有好深厚嘅國學基礎喎。咁變咗好多時咧，都可以講到一個中國文化國學嗰啲嘢咧。我哋作為道教徒咧，亦都感染良多。嗱，我想問下阿博士咧，開始嗰時我諗你哋喺中大啦，咁梗係好多即係好多個規模都規定。我初初開始梗係俾啲學生修讀先。你覺得有冇機會咧？你而家擺咁多心機去做咧，將來有冇機會俾普通市民、非中大嘅學生或者中大嘅畢業生啊，都有機會聽下呢啲咁好嘅國學知識咧？呢個本來就係目標嚟嘅，就係一步步做。咁啊，先接過咗中大嘅同學啦，下一步就係校外嘅修讀者啦，所以到最後係成個社會。所以呢個係既定目標嚟。咁啊，你有咗目標啊，不如問一個問題咧，就點解唔係尷尬嘅？阿鄧博士實答到。你覺得而家香港人咧，普通嘅國學常識啊，或者國學嘅水平咧，去到邊度啊？譬如舉個例子啊，我10分計，咁啊0分就冇分啦，10分滿分。你俾普通香港人整體水平係幾多分啊？隨便講得㗎啦，冇所謂嘅，一普遍現象嚟啫。你覺得啊？3分，哦，都係應該唔合格㗎咯，咁講。知得比較少，即係比較少。咁嗱，好啦，咁我哋譬如當我哋都信下教授啦，曉林星啊，我係謙虛啦，我叫阿鄧博士啊。我係阿鄧博士，如果我哋要嚟3分，我唔好去10分啦，我哋希望提升到6分啦，合格啦。咁要佢哋，我今次一個普遍水平，應該要做啲乜咧？推廣係必須嘅。我哋社會已經好多團體啦，學術團體啦，開好多呢類嘅文化班、國學班，幾十年啦。但係我哋呢個社會似乎咧，呢個文化水平，特別傳統文化國學咧，係越嚟越低落嘅。就表示咧，真係去修讀呢班嘅人咧，相對喺整體香港人係越嚟越少，同埋一路向下走緊。就表示推國學咧，唔可以再靠傳統呢一套，嗰套要維持，但係唔可以淨係靠佢。必須要有一啲嘅做法咧，能夠係聳動到成個社會，所以先至會做出有關啲視頻。就入到去每個角落裏邊，要咁樣先可以叫做扭轉個風氣。至少知國學係乜嘢。咁呢個第一步嚟。然之後先要引發到興趣啦，去真係主動去修讀一啲嘅科目。嗱，如果一個現實啲嘅講法咧，有冇條件將佢編入去啲中學啊，或者一啲嘅考試課程？你知啦，香港人好注重考試噶嘛。你係嗰啲如果考嘅話咧，自然係多人去讀噶啦嘛。咁如果去到呢度政府能夠肯將某俾啲國學嘅擺落考試課程，係咪應該更加好咧？呢個其實就係要追求個目標嚟。因為落去正規課程先係最有效嘅。其他都係助緣。但入到正規課程，你要通過政府教育局，咁呢度可以話呢，唔容易扣到門嘅。如果真係扣到門，早就有人做咗啦，唔使到今日都仲做緊咁嘅事。我哋而家要做喺外圍裏邊呢，形成個風氣，亦都希望有識之士可以有咁嘅權力，一下子改變佢。傾係傾唔到噶啦。似乎咧，阿曉林星啊，我當然啦，阿鄧博士啦就好有心啦。咁佢咧就即係一步步嚟啦。我諗中大嗰度都係噶啦，逢親做呢啲嘢都。咁但係我自己睇咧，就其實咧國學咧就同儒釋道三教咧，好似頭先鄧博士講都好有關聯嘅。喺咁嘅條件之下咧，其實我哋三個中人，你都係道長啦，或者道長。如果我哋啲背後嘅個民間組織咧多啲支持咧，應該都會幫手推動到。因為點解咧？我都想同阿曉林
唔使講啦，因為阿鄧博士你嗰日成立國學中心咧，咁我有幸咧就去參觀下啦，去學習下。咁有一個環節係阿鄧博士介紹咧，佢係講翻佢同佢老師嘅情誼啊！我感覺當時好似講到係咪好似你想喊喎，係咪好似有感情嘅喎？好回憶下咁我又想問咧，係咪因為我哋而家咧喺香港或者喺近代咧缺乏咗一位或者一啲好似阿茅老先生啊、茅教授佢哋咁有權威嘅人，令到有陣時咧真係咧即係你或者當權者政府都未必會咁重視，會唔會因為我哋缺乏一啲領導者咧？會嘅，呢個係一個因素嚟。就呢一類可以話不世一出嘅學問家咧，真正嘅儒者咧一定係影響社會嘅，同埋有一大批嘅學生咧去追隨。咁啊，茅生正係咁樣嘅人，咁當代已經好少噶啦。咁剛才講得啱啊！我當日喺講嘅時候，確實係情緒有激動嘅，咁所以會可能睇到一啲嘅表現啦。呢個係一種好感激嘅情懷嚟，亦都好真嘅表現。冇茅先生嗰個教導啦，我走唔出呢條路。所以個真正嘅師徒之間咧，應該係咁樣學問咧、道術咧。精神係傳到落去。而家嚟講咧，就呢一代咧老嘅先生，梗係好難得啦。咁你又覺得近代你啲學生，你感覺到佢哋追求學問嘅心態同唔同你當年，或者你同你個同輩你班同學當年個，或者近呢代嘅人都係比較仲冇咁認真啊？又唔能講認真與否嘅問題，而係個心智喺邊度。咁同樣係受教啦，咁落翻佢自己本身個生活啦、專業啊等等，就有唔同嘅成就。因為我走呢條路咧，比較上係繼承到教化，同埋落喺個民族文化上邊，所以就好似凸顯咗出嚟。咁而我諗翻我所教嘅學生咧，本身佢都有呢個心智，但一喺翻社會啊，喺佢自己家庭嘅生活裏面咧，又會消融。知道有好嘢喺度，就唔一定完全實踐到。但有一部分係已經走緊呢條路㗎啦，一兩位，咁呢個都係好開心嘅事。咁啊呢個咧就我希望咧，阿鄧博士咧，即係佢桃李滿門啦，希望佢啲學生咧要繼續努力。不過我想話阿博士唔使擔心，有時啲學生咧唔係話一定你教過嘅，好似我哋兩位可能你哋教過你，但係你個榜樣咧，我哋都會值得追隨㗎嘛，啱唔啱先？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好多時咧做教育做學問嗰啲咧就唔做商人啊，商人咧就係啲人同佢話賺幾多錢啊，投資幾多。做學問做教嗰啲咧，好多時咧你要睇佢即係個研究成果啊，或者嗰啲教學生嘅成果。咁我其實根本咧我都見到個別一兩個朋友都係跟阿鄧博士學過嘅，咁佢哋都係背後都同我講係真係感恩不淺嘅。咁我覺得阿博士咧其實係有回報嘅，不過可能都未必咁快睇到，或者佢呢度客氣嚇唔會同你講。咁我哋覺得就話咧，你而家專注喺呢個國學啦，國學呢度啦。咁我哋自己本身道教徒咧，好多時好簡單講句咧，我覺得如果我哋在道教徒咧，國學根基好啲啊，都着數。簡單嚟講，第一啲經文啦，而家係咧，如果我哋睇道藏啲經文咧，就更加難搞；或者睇啲古典嘅經文咧，就更加難搞。咁如果你國學根底好咧，就會好幫助得多嘅。嗱，咁我呢一度嚟講咧，我相信阿鄧博士睇到道藏啊，或者睇道教嘅經文啦，我俾少少咧，你從一個即係一個學者角度睇咧，啲道教經文係咪就咗太過深咧？普通人都睇唔明㗎，係咪啊？佢主要唔係嗰文字嘅深淺，係嗰個內容。佢牽涉到個宗教嘅層面。如果你唔熟嘅時候咧，縱使啲學者睇落去都唔係好清楚。咁當然今日仲加咗個語文，即係個文言文本身嘅問題，就更加疏隔啦。咁但係我見到有時啲道教啲古字咧都幾難搞㗎喎，係啊，即係直情咧有陣時咧啲字都唔識讀㗎喎啲。咁點樣？譬如我做一個普通嘅道教徒，就係後輩，咁我哋又未必揾到啲前輩可以答得到嘅。咁我哋應該點去處理呢啲咁深奧嘅文字咧？佢一般字典詞典都查到，但係有啲咧係道教特別做出嚟嘅字。咁嗰類字典詞典一定冇嘅，就喺道書裏邊佢列翻晒出嚟。咁講到呢度嚟講咧，其實你作為一個學者咧，你覺得而家喺道教嘅經典或者道書啊咁樣咧，需唔需要再做一個所謂叫做重修啊，或者再編得好啲咁樣咧？你希望有利於咧未來嗰啲人係可以即係繼續學得好啲，咁會唔會係對道教嘅發展有幫助咧？會，其實最主要如果要重修咧，都係點樣將佢落翻喺個
個語譯嗰方面。語譯嗰方面，即係翻到白話文。冇錯，依家好多人做緊㗎啦，我哋已經做咗㗎啦。因為你再推新嗰啲咧，首先本身個水平一定要到，否則你做出嚟嘅話冇深度啊，深度唔夠，就即係叫做多一份資料咁解啫。真正有導續作用嘅咧，一定係古典新解，或者你用戲劇又好，用歌唱又好咧，將件事重新勾翻出嚟一嚿㗎啦。咁但係我對好多時咧就有一個情況，我都即係想聽下，或者阿鄧博士你作為一個學者嗰啲意見就係，因為我哋有時讀下經典，咁有啲就話係天授啦，有啲發夢見到，有啲係扶乩嘅咁樣。咁對呢度嚟講咧，好多時咧有人又會覺得，即係佢唔係道教徒或者甚至係道教徒，佢都未必係信。咁我哋如果推啲經典咧，我哋應該用一個咩嘅心態去將佢推廣，會更加容易被普羅大眾接受咧？睇翻經文本身就得㗎啦，就唔好睇佢背後點樣出嚟。咩有啲經文確實係扶乩天授，但係咁又如何咧？本身有深度咁所以宗教經典咧，唔好問個來源，正如基督教聖經一樣啫嘛。你問個來源，你唔信係咪就嗰部書冇用？個經典本身。話阿葉林成啊，一語道破，我哋作為道教徒咧，以後就唔使同人討論佢經典來源，先睇下個經典嗰個本身嘅文意咧，有冇對我哋有幫助。好，我哋好多謝阿教授呢一個提點，我哋一唞之後咧，轉頭咧有好多嘢繼續要訪問阿教授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心靈綠洲。道長話短。林星啊，咁啊，而家我哋咧係人物專訪第三環節，咁我哋咧就都要咧跟住主題咧就問一問啊鄧立光博士啦。佢咧就喺中文大嘅國學研究中心嗰度咧，咁其中佢哋有一個項目咧，就係由一個叫做馮新軍國學基金會推出嘅大中華國學推展計劃。咁呢個咧我就好吸引阿鄧博士，因為點解咧？呢位我聽落咧就好似應該係一位商人啦，或者有錢人啦，就俾錢出嚟支持啲國學推廣，同埋咧仲係一個大中華咁嘅規格。我覺得好有意義啊！你同啲聽眾詳細介紹下。好啊，好啊。馮新軍國學基金會咧，其實有馮新軍老先生佢創立嘅，咁係2008年，唔係好耐嘅事。咁而馮老先生都84歲，所以佢係香港人嚟嘅。香港人係咪一個商家賺好多錢嘅香港人？都算係，因為佢原本係船廠嘅船東嚟。係咁啊，開船廠喺早年咧係好好嘅生意嚟嘅。咁就佢間船廠個全名叫做廣義和船廠，就係個名啊。咁其後就因為呢個造船業本身萎縮啦，咁佢加上年事已高，咁就係結束咗。咁之後就一直咁推薦呢個國學嘅。我相信阿馮老先生應該相熟你㗎啦，係咪啊？佢叫你幫手，應該你都識佢㗎啦。係幾年嘅時間啦。嗱，我係想問一個問題咧。通常咧，香港都有唔少有錢人咧，都會想做一啲有意嘅事嘅。咁我想問咧，其實基本上佢相信擺咁多資源做呢啲嘢咧，佢屋企人支唔支持㗎？同埋咧就係佢自己本身係咪即係義無反顧式咁去做啊？啱嘅，完全啱嘅。屋企支持啦，佢都義無反顧。咁佢點解嗱？佢本身背景係商人㗎嘛，即係你哋就好少話咁有心思去做一啲國學推廣嘢，咩原因你知唔知啊？呢個原因我都解釋唔到。但就翻馮老先生啦，佢有一位造船嘅商人，去到推廣國學。佢推廣國學咧又真係認真嘅，先喺內地又推，就主要睇到整個文化水落啦，好希望對我哋嘅國家民族做翻啲事。所以佢嘅推廣唔止國學嘅，早期又俾錢去建醫院啊，起學校啊，咁一啲院建就去捐贈啲書籍等等啦，係乜嘢都做。咁慢慢就落到去國學本身，喺整個過程咧，佢係冇任何嘅一種功利嘅諗法，就只係付出。到今日乃至以後都係付出，因為到以後咧，其實以一個所謂基金嘅形式啊，就係支持呢個國學發展，咁可以話咧係永續咁樣去嘅。咁佢本身佢阿馮老師有冇宗教信仰㗎？據你所知，佢有宗教嘅。
咁呢個佢可能天主教就反而就唔係如斯道三教。係嗱，呢個阿阮林星啊，呢個我又作為道教徒呢個真係好覺得特別欣賞阿馮老先生喎。係啊。咁當然啦，其實基本上可能天主教，因為本身我本身中國都係天主教下嚟嘅，咁我對天主教都有佢嘅宗教嗰個教義嘅，佢好多教徒都有佢好高嘅情操。咁但係阿馮老先生佢擺咁多資源啦，就因為國學推展國學啦，咁你知。國學本身同儒釋道三教都係或者三方面嘅知識啊，係好即係好溝埋一齊啊！咁阿馮老先生就好熱力嘅，都繼續，就算佢本身係即係宗教教徒嚇。啱，冇錯。呢個初初我都覺得有啲奇怪，但係相處耐咗發覺到咧，因為馮老先生真係我哋中國人嗰個情操情懷，佢係100%合格嘅中國人嚟。所以佢對於推動國學咧，所謂義無反顧，係不計一切，只要值得做，你花幾多錢佢都抌落去。呢個我未見過第二位可以咁大方，佢係言出必行嘅人，話落做一定做，有啲講到真係冇件事。咁香港好多或者中國都好多即係老人家咧，都對嗰個公益事業咧都有心嘅，可能個別嗰個興趣範疇就唔同啦。咁譬如好似以前我哋有位成鳳先生喺中大嗰度搞咗個MBA 課程咧，即係都係咧，佢當然要擺多資源來嘅。咁個中大嗰個 MBA 課程咧係幫我哋佢 part time 嗰個啊，即係兼讀嗰個。咁咧佢就幫我哋近依過去嗰10幾20年咧，將整個香港嗰個管治嗰啲人咧訓練得非常好。而家管緊香港嘅人咧都係讀過呢個課程，咁亦都好多唔少嘅老人家咧。頭先你講得啱嘅，其實可能上一代都老人家咧，其實對嗰種咁嘅家國情懷啊、公益事業啊、教育事業啊、文化事業咧好有心嘅，好有心嘅。咁啊唔同而家近代嗰啲聽到啲賺到錢早退休嗰啲就話享受人生咁，咁啊都係一個時代嘅轉變啦。咁呢度咧就阿鄧博士咧，你即係既然被阿馮先生委以重任啦，無論在公在私佢梗係對你好大信任。咁我知道咧就最近咧你都好忙咧，就係咧喺呢個計劃之下啦。咁因為對我哋啲聽眾嚟講咧，你純粹講個大中華國推展計劃咧，咁可能都係一個名詞啦。咁但係頭先好似阿曉林先你介紹過就話，實際上咧就喺最近咧就已經係出咗一集啦，就叫做《輕談國學歌風雅》一個叫做影片嚟嘅。咁呢個影片本身咧係唔係會上網？已經擺咗上 YouTube 咁㗎係咪啊？係，佢係1月初就已經放咗上。就放咗上網。好啦，呢個影片好明顯裏邊都係講一啲有關一啲嘅國學啊、文化嘅嘢啦嚇。咁咧就首先咧就我哋今次揾阿鄧博士咧，都係因為睇過呢個影片啊嚇。咁就呢個影片本身嘅出品單位就係馮新軍國學基金會，咁咧就好得意嘅。我特別都想同啲聽眾講，就有時咧成事就唔係就一個人做嘅，咁仲有啲贊助單位咧，就包括華人美語委員會、馮源仙館、嗇色園，咁啊仲有中國儒商研究總院、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香港萬子學院，咁咧就有嗰個叫做國學顧問嘅，咁啊當然又唔少得鄧立光博士啦。鄧立光博士都係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嘅主任，你亦都應該係咧嘅馮新軍國學基金會嘅學術顧問，亦都係暨大中華國學推廣展計劃嘅統籌人，即係成個統籌就係你要幫手嘅咯嚇。咁另外呢套影片咧亦都有中大嘅陳志輝教授啦，MBA 又出名即係有時啲教商人嘅教授幫手做。另外就嗇色園咧有位柯偉信董事咧，亦都幫手做一個顧問嘅。咁特別咧要介紹一位咧就係主持人啦，陳佳小姐咁一陣間我哋咧因為唔識我諗住如果監製哥哥同意咧，要部分陳佳小姐嗰啲講嘢唱歌要擺出嚟俾定聽下啦。咁亦都有一個嗰套影片呢個製作係道通顛地。咁道通顛地咧其實係馮源仙館一個電台節目，佢係幫佢拍攝嘅。咁第一集咧就講詩歌嘅，係咪詩歌咁阿顧問喺度啦，我諗都要過埋你阿鄧博士就揀咗係叫心情與志成。其實心情與志成咧，可能阿曉林先你係後生啲啊。我嗰個年代咧，我中午咧有篇文章叫心情與志成嘅，係咪啊？冇錯即係佢話係即係話咧，你做一樣嘢你唔夠心情唔志成咧，做唔到佢其中一句情節本未深或未臨以心情臨之者，必無其成也。即係話
不如於心情，不追於自成，而其作品能感人者，自東向而立，求見西牆也。即係你唔用心情，唔用自成去做咧，你等於立喺東面望西面咁啊，梗係唔得啦！嗱，我可能記錯啊，博士唔好怪我啊，有冇睇稿㗎嚇？咁啊，你咧就用翻呢個心情與自成呢一度咧，就拍咗第一集輕談國學歌風雅。咁我哋咧就不如咧就我哋都而家聽少聲音啊，係啊陳佳小姐啦，佢介紹嘅講嘅即係個國學嗰個分析嘅。中國嘅國學包括文獻上嘅經史子集4部，以及價值觀方面嘅儒釋道3家。國學係傳統文化嘅核心內容，表現喺文、史、哲3個學術領域。除咗經典之外，並且藉住詩詞古文、音樂、歌唱、書畫等作為表達形式。阿曉林星，係呢班女士嘅聲音咧，唔差得過你話係嘛？靚過我。快聲，好啦，咁我想問啦，我哋八卦先問下鄧教授，呢位陳佳小姐，應該我聽住把聲啊，望埋真係好有國學嘅根底嘅喎。其實佢係咪即國學都幾叻㗎嘛？有冇考過佢啊？你揾佢幫手嗰陣時，我都考過，但就唔係考國學，因為喺網上聽佢歌啊，睇佢資料啦。其實佢整個文化涵養咧，好大部分佢個人嘅興趣，同埋佢我諗唱鄧麗君嘅歌咧，嗰度對佢個薰陶係好深嘅。即係佢好唱鄧麗君小姐嘅歌，係好出名嘅，係好出名。因為佢個聲音聲線咧，同鄧麗君幾乎一樣嘅，所以呢度係佢佔嘅優勢。咁佢幫手做呢個節目嗰陣時，你感唔感覺到佢即係嗰種投入啊，嗰種熱誠啊？有嘅，呢度我佩服佢，因為我聽翻電視台個攝製組人講翻咧，佢未見過一個演員可以即係咁樣敬業熬業，佢冇怨言嘅，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嘅，有啲好辛苦。我睇到佢一次咧，夜晚攰到要瞓，真係瞓，咁啊導演叫佢拍埋啦，其實我都想叫停，佢都照拍埋落去，咁影到佢其實好攰。即係佢可能係有一種好投入嘅情懷，都唔係諗住賺唔賺錢啊，休唔休息，即係唔想停，係咪？咁我諗咧，阿鄧博士你呢啲咧要有機會同阿馮老先生講翻喎，有時佢出完錢咧，真係好多人支持㗎。好啦，咁我而家俾博士唞唞先。好。到場話短。咁首先咧就啲聽眾咧就聽到阿陳佳小姐嗰把聲啦。實際上咧我就想提啲聽眾咧聽聲唔夠㗎，佢應該上網咧去睇埋個成個影片嘅製作。你點解咧？除咗真人值得去睇啦，因為好有一個文化嘅素質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其實喺設計度咧，因為咧喺個影片度咧其實睇到佢打到好多嘅資料出嚟㗎，咁啊變咗咧就你可以同一時間知道緊咧，其實個背後創作嗰陣時咧係想講到咩嘅訊息㗎。譬如佢會喺打分出嚟就係呢個國學嘅分析入邊有經史子集4部啊，詩經有提大家風雅頌賦並興啊，呢啲佢淨係一個熒光幕打出嚟咧，我覺得如果大家聽眾想睇一睇咧，更加好。咁啊跟住嚟咧就我想問一問啊博士咧，其實第一集咧點解你要揀詩經嚟做題材咧？因為佢由詩歌開始啦，詩歌源頭就係詩經嗰度。咁而詩經因為你面對一般嘅民眾聽眾，你又唔可以一般學術傳授咁樣嘅，就要黏個重點出嚟。其實已經好多資料，最後篩選到就係六義，即係風雅頌賦並興。仲有簡單咁樣講。咁再一個學嘅知識去了解。嗱，呢個我都想睇睇先，啱㗎，鄧博士。因為咧，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讀書讀過咩叫風雅頌，咩叫賦比興，但係有時你過咗時間都唔記得。喺呢個影碟裏邊嘅主持人咧，就會加埋啲字幕咧，好清楚再重新講翻出嚟。咁我覺得我哋作為中國人讀過詩經嘅中國學生啊，咁我哋而家睇翻咧，感受特別良多嚇。咁我呢個即係其一值得去做啦。第二咧就係其實詩經本身咧，就我覺得咧就佢裏邊包含嘅題材非常之多啦，好有一個代表性啦嚇。咁啊好多時咧就其實嗰個詩經咧就成日都講㗎啦，咩窈窕淑女啊，君子有啲人讀好逑，有啲讀好逑。等博士咧，你自己讀君子好逑或者君子好逑啊？
之前咧照跟啊君子好逑，讀好逑。嗱，我記得咧就我老師教我咧就唔可以讀好逑，佢好逑咧就輕率，即係啲窈窕淑女咧，君子係好想去追求，佢話唔啱，應該讀好逑咧係應該去追求，即係佢讀個好字。咁我諗咧當時我唔記得邊個老師講啊，我以前個老師咁講，阿博士係咪都係咁理解啊？係嘛？嗱，呢個好緊要嘅，點解咧？我覺得好多時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了解翻一啲我哋古代嘅經文啊，詩詞歌賦咧，同一個正向啲嘅角度去睇嗰樣嘢咧，應該照計就係更加清楚。好啦，咁我哋而家就真係咧要睇睇阿陳佳佢出場嗰陣時咧，佢點樣較為全面咁樣係介紹嗰個《詩經》啊。歡迎大家收睇《輕談國學歌風雅》，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陳佳，我會同你一齊漫遊於中國國學嘅世界之中，從詩歌去體驗傳統文化嘅精神價值。而家我哋就由中國最早嘅詩歌總集開始，打開中國文化嘅寶盒。詩經最早被稱為詩或者詩三百，係中國最早嘅詩歌總集。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以各地民歌為主，雅就係由當時嘅貴族文人創作嘅詩歌，其中大雅多數用於宮廷朝會，小雅更多出現喺貴族宴會之中。頌係最早嘅宗廟祭祀歌曲。詩經嘅出現距離而家已經有3000幾年，滄海桑田，文中所描寫嘅景物今非昔比，但係點解仲可以震撼人心？相信就係當中真誠嘅情，而能夠將呢種情同心理狀態發揮得淋漓盡致嘅，應該就係詩經嘅創作技巧。詩經嘅創作技巧分為賦、比、興。賦係直述，比係比喻，興係聯想。如君君追鳩，在河之洲呢兩句，先係運用興嘅技巧借題發揮，由描寫環境再引入對女子嘅描述。而男子對水邊採荇菜女子嘅愛慕，就係一種賦嘅表現手法。賦、比、興嘅寫作技巧喺現代歌詞入面經常都會用到，比如粵語歌曲《東山飄雨西山情》，用情語更替、天色變換嚟比喻戀愛中男女心情嘅瞬息萬變，以及命運嘅悲歡離合。最後用賦嘅手法直述分手嘅決定，以及對對方嘅祝福。1800年嚟，賦、比、興已經成為中文寫作最普遍嘅行文技巧。阿曉林星啊，係。咁我覺得咧有樣嘢咧就鄧博士喺度咧當面讚佢，我哋有時當面讚或者當面彈咧都係不過好賞心樂事。阿鄧博士當面讚先，就係點咧？其實基本上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你哋喺設計呢個特輯啦其實真係有得雅俗共賞嘅，睇得好容易，同埋嗰普通人咧應該都即係好容易接受嘅。咁我想問咧，成個構思係咪係你諗出嚟㗎？係咁好多人就話唔係啊！阿曉林先好多人話讀到博士嗰啲人咧，通常都係去牛角尖㗎。咁原來咧，我哋阿鄧立剛博士咧就唔係嘅，佢咧就係好即係好了解大眾嘅。你本身係咪都中意音樂㗎？係咪你自己？唔可以算係歌迷嗰類人。就會聽下，你聽下㗎嗱，點解咧？因為咧就其實咧喺一碟裏邊咧，佢嘅全部咧，如果啲聽睇晒都係10零分鐘嘅啫。係。咁咧就其實佢跟住咧就阿陳佳咧就會主唱嘅。咁主唱一首叫做鄧麗君嘅《東山飄雨西山情》啊。係。呢首歌咧，如果普通鄧麗君迷啊或者普通人，你應該都知嘅。係。咁咧特別阿曉林先，你零頭人，你後生啊，年紀大啲嘅知㗎。好啦，咁咧就我特別欣賞乜咧？就話咧呢首歌咧普通冇乜特別嘅。阿鄧博士設計就係當歌又係陳佳小姐唱嘅喎，嗰
好啊，感謝佢講就係佢講喎，唱係佢唱喎。佢當然好似唔同服裝嘅人就做嚇，咁你可以睇到唔同嘅服裝。關鍵在於咩咧？喺啲歌詞裏邊咧，佢特登設計翻咧，解釋到邊一啲歌詞係屬於一個負嘅特點，邊部分嘅歌詞屬於比嘅特點。邊部有歌詞有興嘅特點？咁講完之前陳佳講完啲理論啦，佢係唱首歌，跟住然歌咪打咗出嚟。咁我覺得呢一個本身嘅設計咧，我覺得對普通人嚟講咧係容易明㗎。啱啊，鄧博士都係想如此深入淺出真係淺出因為如果你呢樣嘢本身咧，你去即係帶到去有機會咧，俾一啲新啲嘅朋友睇，咁佢哋用呢個方法咧，好鬼容易係容易被接受一啲嘅。咁咧就嗱，我哋咧成隻碟咧其實有10幾分鐘，我今日咧就抽咗一半嘅時間，咁咧就鄧博士應承再嚟多次噶嘛，另一半精彩就喺下一次咧，我哋就會詳細再講嘅，調下啲工作人，咁仲有好消息嘅，遲啲其實第2集都出緊㗎，咁我就希望咧，我哋啲聽眾咧。首先識得去欣賞第1集先，鄧博士先會對聽眾問你咧，如果佢想睇呢個影片咧，有咩方法睇到啊？最簡單就係用輸入關鍵字啦，即係 YouTube 嗰度。冇錯咩嘢關鍵字啊？陳佳啦，佢嘅名啦，同埋輕談國學歌風雅，或者陳佳國學，咁就出到嚟㗎啦。咁我估一般習慣電腦嘅人都識㗎啦。嗱呢度咧，我再次多謝鄧博士上嚟。咁下一次咧，你想嚟多一次好嘛？好多謝你先。好唔客氣。像往